后来乡亲继续把镜头刷落来高雄，来看这件发生伫7年前的命案。凶手都敢若甲女朋友冤家，竟然是随机找人来偷碗开。伊来看到一个退休的女老师买菜买好，坐起伫车顶，竟然是用铁锤甲榔头甲榔死。无辜的女老师就安尼枉屈死。这个案件为1审、2审到经1审、经2审、经3审，拢是判这个凶手死刑。但是最高法院却一直撤销发回重审，到今也未判刑确定。这个命案拖7档了，对家属来讲，每一工拢是折磨。死者的翁婿因为安尼写一本册，伊讲最高法院为着凶手的人权，要来废除死刑。那呢被害人咧，互伊杀害的人人权伫倒位？你有后悔觉得杀了他吗？当年38岁姓刘的凶嫌，犯案了4天就互人抓到啊！伊杀人，一个高中退休女老师尾仔伫高雄海螺市场菜买煞，会用铁腿啊摃着头，死伫车顶。姓刘的凶嫌就因为甲女朋友冤家，随机找人出水，无辜退休的女老师因此惨死。经过7年，死者翁婿出一本册，叫《剧变之后原来情未了》，伊写的是这几年来的心情。伊讲，逐工拢是折磨。他一直在这个痛苦的深渊里面，在那边巡逻，尤其是每一次的开庭，又是一次的凌迟。这个案件为1审、2审到经1审、经2审、经3审，拢判凶嫌死刑。不过最高法院却是撤销判决，发回重审。现在的人权渐渐偏向于加害人的人权，我们被害者。他已经没办法讲话，有些已经失去生命了，所以被害者的声音是很微弱了。我们目前的法制上，当然对被害人的家属或者他本人的部分的保护，稍嫌不足哈。但是这部分，我们已经相关单位已经有在立法予以补救。案件到目前为止也未定案，家属只能继续在痛苦中，搁去面对每一摆开庭。死者的先生讲，司法如今无法度开一个公道，救死者如何安生？家属又搁如何行出一命？